大家有冇諗過，如果你住緊嘅城市今晚突然俾外星人襲擊，啲人全部死晒，聽日突然喺地圖上面消失咗，連新聞都揾唔到，會係一件幾恐怖嘅事？今日我要講嘅係一個甚至連好多美國人都唔知嘅極度機密嘅檔案，佢就係塔可哈莫實驗計劃。Taco Hamo 傳聞話呢個小鎮嘅消失係因為美國同埋蘇聯聯手同外星人做咗一個魔鬼交易，而阿姆斯特朗登月嘅真正原因，竟然係為咗一句暗號。不過呢個故事嘅真相可能會令你更加意想唔到。所以你一定要睇到最後啊！個真相絕對會顛覆你嘅認知。喺1961年，美國政府同埋外星人進行咗一場極機密嘅會議，但係個地點唔係喺51區，而係喺美加嘅邊境小鎮塔可哈莫。佢哋達成咗一個協議，就係將3個美國人送去外星，而外星亦都會送3個外星人嚟地球。佢哋嘅目的就係要觀察同埋記錄雙方喺外星嘅生活。跟住美國就派人用一個極度秘密嘅渠道去聯絡蘇聯，因為美國唔夠錢同埋技術。所以佢哋就破天荒咁揾咗佢哋嘅死對頭蘇聯合作啦。呢個係冷戰時期絕無僅有嘅事。喺1967年，外星人再次嚟到地球，但係佢哋發現嗰3個外星人入邊，一個就死咗，而其餘嗰2個就逃之夭夭，因為人類將佢哋囚禁咗喺塔可哈莫，喺嗰度對佢哋進行咗極度恐怖殘忍嘅實驗，包括耐熱耐冷藥物，甚至喺一啲殘忍到會俾 YouTube ban 我 channel 嘅實驗。於是外星人就覺得好嬲，佢哋命令美蘇軍方要喺1年之內交人。即係生要見人，死要見屍。如果唔係，就後果自負。於是美蘇軍方就發晒人去揾失蹤咗嗰2個外星人。經過佢哋鋪天蓋地嘅搜尋，同埋佢哋極度強大嘅情報網，喺1年之後，佢哋卒之揾到一個代號叫做OLSEN2嘅外星人，而另一個代號係 OLSEN3嘅外星人就點都揾唔到，所以可能依家你身邊就有一個係外星人，因為佢哋係同人類係一樣樣嘅。當揾到呢個外星人之後，佢哋就將佢囚禁喺一間木屋仔嗰度，跟住之後外星人就再次要求美蘇軍方交人，但係佢哋就訛稱話啲外星人全部死晒，於是啲外星人就好嬲，就直接殺晒塔可哈莫小鎮裏邊嗰啲人，將呢個小鎮夷為平地。於是美蘇軍方為咗封鎖呢一個消息，就決定直接將呢個小鎮喺地圖上面抹去。喺好多年之後，有一條影片流出咗，條片係一個同人類生得一模一樣嘅男人，但係其實佢就係嗰個 OLSEN2嘅外星人。佢坐喺度唔食唔飲，只會食一隻不知名嘅藥物，最後佢突然之間就死咗喺條樓梯度，
而佢死嘅日期就係1969年嘅7月20號，嗰日正正就係美國人登月嘅前一日。阿姆斯特朗登月嘅時候講咗一句好出名嘅嘢，就係呢一個係一個人嘅一小步，後邊我就唔複述啦。但係傳聞佢仲講咗句莫名其妙嘅嘢，就係祝你好運，戈爾斯基先生。Good luck, Mr. Gorski. 而研究呢單嘢嘅專家就認為呢句嘢其實係講俾外星人 OLSEN 聽嘅暗號，因為佢就係喺登月嘅前一日死嘅。好啦，故事就講完啦。咁大家覺得係真定假呢？我都想係真啊，可惜唔係呢，係假噶。首先，阿姆斯特朗呢，佢講過嗰句咩祝你好運呢，係從來都冇真實嘅錄音流出過咯。基本上全部都係得文字咯，咁你覺得個可信性有幾高啫？咁跟住我就 Google 咗呢個地名啦，即係嗰個咩塔可哈莫啦。跟住之後我就發現咗一啲線索啦，跟住我再順住嗰啲線索追查落去，跟住發現我呢單嘢呢係法國人作出嚟嘅咯。佢個來源就係一個叫Les documents interdits嘅偽紀錄片嗰度其中一集嚟嘅，咁佢播出嘅日期呢，就係1989年啦，咁所以其實成單嘢係假噶咯，即係人作出嚟噶咯。咁其實我第一次見到呢單嘢呢，係喺本書度見到嘅，咁佢仲講到似層層，又話咩大學教授唔敢提起呢單嘢啊，一提呢單嘢就好驚咁樣啦。但係其實最搞笑嘅就係，即係嗰啲教授係唔存在嘅咯，係假噶咯。跟住我係俾人呃咗，我以為嗰本書講嗰啲係真啊，原來係假到唔假噶咯。跟住個作者仲要話我唔知呢單嘢係真定假，要自己判斷咁樣。好啊，咁我都冇乜嘢好講啊。咁呢條片就去到呢度啊，咁下次再見啦，拜拜。